唔好，請問有乜嘅愛同服務嘅？我嘅皮包打唔見咧。好，唔清楚。好，先飲下茶。羅拉，一個皮包係同內行打唔見嘅。應該係套企船嗰個公園疊配嘅。好，佢應該係龍井區企船公園。記得係乜嘅時間打唔見嘅冇？太陽係金比下晝。一個皮包係乜嘅色木嘅？有乜嘅特徵冇？係咖啡色長長嘅皮包。好，皮包度有哪啲東西？有台幣2000塊，還有信用卡。了解。護照含在冇？護照含在。好，提醒我打電話去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哦。要，那提醒寄件聯絡號咧。安尼是好，我來同做筆錄，請等一下。筆錄做好咧，我讀本唔聽，看有乜嘅唔錯冇？按羅拉，電錄資料做下正確。好，請塗兩位簽名。好，你係一個唯實案件證明，安尼手續是完成咧。那我哋要簽到一皮包，我日日同聯絡。羅拉咯。